小朋友，咱即马要来摕宝钻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水灯卡上啊球队。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友婷，我是朱玲，我是静荣。我是静东。哦，探险队员是真有精神啊！啊，不过我探险队长，你今日是安怎？过去来提宝装起啊呀！今日哪敢无咱无呢啊？敢若足忝的安尼啊！软神神啊！嘿啊！咱是我呢。唔知安怎，我感觉是感冒，哇，我头痛足侪工安尼。感冒头痛。来去，哦，你感冒头痛啊？对。我来讲啊，阮遮吼，我之前吼食迄药啊有剩的，来，我来。咱过去。你看一下。你看，倒看一下。来，小朋友倒看一下。看伊倒看头痛爱食啥？伊头痛要食啥物？你来再看。这包遐头痛这包吼，我看一下，我看迄内底。哦，我甲你讲，阮药啊吼偌济呢，拢会当开药房啊。嘿，真正。这。大家拢有春啊。对。哦，最近就好。这，我甲你讲啊，我吼顶届吼头痛，我有食这粒，啊食落吼随好。袂用食才好啦。我袂用食，这毋是我的药啊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你看阮三个人精神是毋是足好的？我甲你讲，阮昨才无爽快，阮昨无爽快，阮就随食这药啊，通就安小浸。你啥啦？胃痛还是头壳痛？头壳痛就食你手的迄包。啊，我就流鼻水，我就食迄落安小浸旧年迄个流鼻水迄包。嘿，啊？好，白大黑。伊胃痛，伊就食我顶个月去看迄落诊所看的迄包。我甲你讲，你有啥物镜头，你就食你进前看过的。不是啊，你这观念是唔对的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这医生开药啊吼，拢是照你迄天的病情落去开的。啊，你若是食正常的药啊，这就无法度对症下药，有可能啊你的病情搁较严重。而且医生开药啊吼，伊是照你个人的体重啦，啊你的年纪啊，搁有你的病情吼，了准落去计算出来。啊，若是黑白食别人的药啊，有可能你这药啊量吼伤济，还是伤少，这就拖着你的病情。而且上严重的哦，黑白食别人的药啊，这会去牵涉到医疗行为，有法律的责任。所以哦，我真正袂用食小钱的药啊，我袂用害伊啦。哦，我真正，我真的是这样。不是啊，你三个人啊，一个你头，一个头壳你听。啊，什么代志？我知啦，你都是黑白食别人的药啊啦。我安怎？死死混混去啊！你在副作用啦。这严重哦。是啦。啊，我之前吞的遐药啊，唔着拢啊等掉。是啊。我这拢啊等掉。我药啊！我当时老会用，想讲我肚痛食这包，啊头壳痛食这包，啊脚痛食迄包，袂使我袂食。袂用我袂食啦，而且这诊所出来药啊，上济期限都是6个月，你若是过期就无效啊。 6个月期限尔。6个月期限，啊严重的中毒咧。我抗3年6要死个月啊！我，是要死。啊，小心点，赶紧落来，摕去粪扫缸等了，摕去等了。等姐，这药啊袂当等伫咧粪扫桶啦，这要回收啦。啊，还有这药水的部分，甲特别处理，你要摕一个袋啊，啊袋啊吼，甲内底啊刻一个卫生纸，甲药水倒伫咧这袋啊内面，互迄个卫生纸安尼竖的，然后再甲密封起来，再等伫咧粪扫桶啦。你哪袂做？啊药啊安尼，搁安尼处理哦。是啊。搁遮济步哦。是啊。啊你伫顶头你拢知哦？唔知啊。有影？有噶。哈有教，我要你帮处理，你有处理者，我教帮处理者，刚才你赚趁钱啦。对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啊。好啦，安尼今仔日你讲到遮济，我看你人嘛无啥爽快，你紧带因转去，啊，随便帮阮处理者。等下，唔是啊，我感觉我甲恁讲啊，讲一寡正确观念，我规个人都好啊呢。那有遮有效，讲念味就好啊。我感觉我今仔日来啊吼，保重嘛是爱摕，啊我即摆人拢爽快，咱就莫搁加讲啊。唔免啦，唔免摕啦。你爽快，我就无爽快啊。别，我你讲，我即摆就是想要摕保重，所以你啦，你啦。开始现在讲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哦，来哦，你拢知影头壳顶什么字哦？知。知。啊，你平常时间有咧做运动？
哦，什么款的运动，跟阮分享一下。拍篮球，你拍篮球哦，啊，你投3分的较准还是2分的2分呢？ ？2分的，哎，赞哦。应该走真紧。啊，正用你咧铅球， ，N 球，N 球哦，是吗呢？哦，哇，你已经就有几力咧。对啊，好。啊，朱玲你咧我有跳舞，跳舞哦，舞，啊，丁你咧拍羽毛球，羽毛球。袂歹啊。即马就是要让恁运动，加油安怎摕到大片咧？4题1块大片，8题2块大片。来哦，现在个，球，哎呀呀，还有啥嘛？其实做了就好诶。跳，哎，你撑较底，撑较底，球，哇好哦吼。好啊好啊，看下。乱心，对，乱心，总算就1题咯。加，虾咧，哦，你上过头，你摕上过头较啊！底，较好，较好。照，啊，旋转，旋转。对，哎呀，跳，哎呀，哎呀。好啊好啊，体灵，体灵对，体灵。加，你是要冲去倒位去啊？球，哎呀有啊，哎呀，bonus 哦，霹雳舞，霹雳舞，哎呀，bonus 去人掉去啊！照，啊，把头。大头哟，加，四题啊，袂歹哦。哎呦，有啊，总算有啊，看下。面筋，哎呦，跳，快点来心气功能，哎呦，心气，球，加油加油！快点快点！真正无好步，哇哦，厉害呢！无鱼啊，无伊啊！头先有感觉倒一题较特别歹念无？霹雳舞，霹雳舞，对对对，霹雳舞，霹雳舞，霹雳舞最近嘛是第一届奥运，有迄落这个项目甲伊加入。哦，头先有一句足够的，紧行无好步，敢有人知影是啥物意思？食紧弄破碗，哎呦！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就是安尼，安尼解释就对啊。因为你若是愈着急的时阵，你就要愈冷静，豆豆啊处理，才有法度来应付。才去弄厉害厉害懂嘞！哎呀，想讲有收到摕一片尔，不过 bonus 去摕去啊。攞緊2題，3題，来，你去睇， 2題。你去睇。我安尼幾時的安尼啦？哎，公司的你提啥哦？等下，你下，啊，还有飞会哦，啊，好再来打给打几啊？你，你下甲背烏。这两个算咱的国宝啦。好，来哦，第一关虽然咱无真正秀起来，后一关来試看賣，準備接觸，現在噶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負責耍圖，見耍一步，下底就會出現一條題目，其他的隊員回答了，才佫繼續。伫規定的時間內，這亂去鬥圖，恁敢耍會轉來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準備甲寶藏講拜拜。來到一關，愛耍圖，愛對迄個港運的字愛足敏感的。对，聽講你內面有一位特別介意咱的民間的一寡傳統的文化。哦，你啊，哦，我懂哦。啊，你是特別介意什麼款的？新橋甲人西，新橋甲人西哦，所以家己捌人過。人过，你來遮來遮。阮这新名，你知道？真正过，你真正过会记的啊？安尼我对你的骹步啊，你头前你做赛头啊。哇哇，这个好啊！哎呀，卡波，哎呦，卡波真厲害，过钱呢？假沙包，假沙包。哦，有要求无？哇，水水水。就这样诶。哎，你做袂着，你做袂着呢？來，哎，真正的咧。我想要問一下，嘿，你這應該是台灣賽對不對？對不是廣東賽。哦，有分哦，對。好，来哦，安怎摕大片？4分1块大片，8分2块大片。了解哦。来哦，準備這招。點嚟㗎？來算，來，好來。
来，好，淡甘水对。水，来来，，换另外一收起来。好，大家做伙讲哦好，来，倒茶缸，好来，尊甘温，甘温掉。来，收起来。要刷倒一个。好，哎呦，哦签名的签，甘温的你，来想我买哦。爱讲，对，想我买。香，哦，听对，来，对，后接。来。好，来，倒茶缸起来，好来，好，镜头呢？一星的一，一星一，对。一星的一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哦，来刷，哎，因是真正会哦。来， UAT 滑头，我头我掉哎呀！没有刷，袂安怎呢？时间跟咱，好来，哎呦，来，春，甘温呢？这组厉害哦，这个时间够能分哇。炖，春天，春掉，哎呦，春天好好，真强呢！安怎？哎，哦，看这安怎说哎嘞？呦，呀，哎呀，呀，对，哇，来，他妈没安怎？这有几年没有刷？哇，哇，赞哦，够有2分10秒，有数以来上紧。对，收，甘温的你，来，有无？收，水，收，对，水，啊，讲有无？酒，目睭的酒。我讲埋个什么字？你莫甲阮破坏啦，我挖 ，UAT 挖，该刮，刮，刮。哎呦，这真正一样呢。宾客不得甲你共款，伊迄个温，抓了就好。你后摆会使写歌。就安尼啊啦，太厉害我剩啊！ 2分外对呢。啊，哦，等到是你来甲阮讲什么字，甲阮讲啥？真厉害！哎呀，8分通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阿龙大声念出来，你摕啥哦？两地哦，马公鱼，好，来，马上伊都有，再摕一个，文班，文班来，搭起你，因为我介意民间信仰的算马祖戏，马祖戏。马上给你，哎，来，好啦，真正学得真好。后一关换咱加油，加油！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 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罔困，卖迷茫啦。 Just do it 来咯！啊，来到这关，恁排这个顺序是安怎排出来？敢是用样的？家己决定的，家己决定家己决定的哦。啊，要安怎摕大片咧？来，5分一题，10分才有2题。正用你个会平常时讲会养计嘛？会客？会哦。什么时阵会讲客？有可能要做拍篮球，还是要手球的时阵，运动的时阵哦。运动的，运动时阵会客。今摆要甲你考的是数学题，啊，甲养这件代志有关系。来哦，听好，请出题。小朋友真少听，咱3个人来行，一个人出布，一个人出加刀，另外一个人出石头，请问因3个人伸出来是几支？哎，几支？ 7支， 7支。确定？确定，你听有清楚无？跳舞，哎呦，7支。对，对。哇！对啊，来，请解说一下。好，小朋友，你看，一个人出布就是5支，另外一个人出加刀就是2支，啊，搁有一个人出石头就是无半支，所以加起来就是7支，安尼知影无？欢迎提起啊，这题有较简单小。对啊。先送恁啦，要紧，选一项，看要摕得几分。青菜算，应该是1分啦。1分啊，1这分啊，边做一个，这个票。确定这项哦。确定，来，到底几分嘞？Just do it！ 9分，一个大屁。哦，2分嘛，最好诶，来， 2分。 2分嘛，真好哎啊。呦，2分嘛是袂歹啦。来，后一位，约定。你平常时间有介意特别食啥物？食啥物物件？
我想爱食鱼吧。你想爱食鱼啊？鱼啊，哦，鱼啊吧，爱食，安尼对伊来讲，可能就唔是困难的地方。听好哦，好来请出题。来详细听哦。马铃薯发芽，还佫有番薯发芽，内底倒一个有毒素，袂当食落去腹肚。哦，马铃薯，马铃薯，较对啊为什么你感觉是马铃薯？我呢直觉，哦，直觉，直觉。哎，袂歹哦。所以你要选的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嘿嘿，对唔对？马铃薯，较对啊为什么你感觉是马铃薯？我呢直觉，哦，直觉，直觉。哎，袂歹哦。所以你要选的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嘿嘿，对唔对？恭喜啦！你哪这高有啦？因为我有听过。有听过哦，头先佫讲一挂，伊其实有听过对，对对。啊，不过咱嘛是来听一歌解说。好，就是安尼。马铃薯若是发芽，伊会发出大量的胶基，这胶基哦就是毒素。你若是食落腹肚，有可能哦头会无爽快，腹肚会痛，可能该走病所。若是足严重的，爱送病院，知影叫鸡啊！无？胶基就一样。哦，好啦，请选一个啊。都一空嘞，青菜算袂紧，跟我要选我一样的。一个，选一个。哎呦，确定？敢会亲像伊头先摇的这尔准？有5分呢 ，Just do it！拜托拜托，5分哦。哇！几分？ 1分啦！哎呀，可惜啦。来，哎呦，呀，阿东你来啊！你都无走呢？你无走哦无，走你拢伫遮就对啊。我感觉咱今日相处起来，你感觉哇，你是一个足趣味的人，足古锥的呢。哦，好啦，咱来请因出题吼，听好清楚。请问一个，伫个便所弹吉他，要2字的日客话，啊？较趣味的方向。哇，哎，臭单。哈，什么？你搁讲一个？臭单。哎呦，臭单。哦，臭单。你规拢开拢起来。臭蛋臭。所以你确定？确定。确定是啥？臭单。对，唔对？哇！哎，真正有咧动头空呢。来，请解说一下。真简单啊！伫个迄个臭臭的便所内底弹吉他，所以咱就简单讲臭单，安尼知影无？对，这么简单。来，请选一卡。啊，选一卡。即马差2分，2分就会当一个大片哦。对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确定哦。好。来 ，Just do it。几分？哇！不是啊，大个人是我，你摸你的头壳创啥？你闪呢？微微啊，风吹着，哦，我还真正会开始会讲啊。真正会寒哦。所以， 2分，搁2分。啊，你平常时敢有讲台语？较少。啊，若有讲，拢是甲谁讲？阿嬷，甲阿嬷。哦，不过伊发音嘛是算有标准的感觉。今摆要甲你考验吗？考验的就是你平常时无啥咧讲的台语。来，咱来听看卖题目。每年寒人的时阵，阮阿嬷拢会拍一领碰西衫互我穿，我感觉足温暖的。借问一下，我听到迄句倒位有念唔对？啊？哈，拍敢唔对？所以你感觉是拍这个字？拍对唔对？好啦，请解释一下。对，简单，这个动词就是讲哦，是恰碰西衫，不是拍碰西衫，知影无？唔是拍哦，因为咱会感觉是拍，可能咱听讲拍，敢若目对，是因为华语的关系，咱是打毛线衣，所以打嘛就是拍，所以咱会当做是拍，安尼知哦。碰西衫。好啦，来，请选一卡。选
的是几分呢？哎，即马拢总几分？未婚， 8分，所以若选到2分，哎，无可能啊，选一哇，分就好。无可能，无可带能，头2分，无遮准的啦。几分啊？来， 1分就好选啊。好嘞， 2分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徛遮哦，好来，哦，这个所在真好哦，好，Just do it，拜托。哇，1分，哈哈，刚才有手气。秀的，安尼看起来是9分， 9分，一块大饼，来，请摕一块。来，好好，你摕一好，多块。少点出来哦？你要等下。来，请大家。好，好，来，来这。哇，第一只对这关嘛表现了真好，会水灯卡，到底我都摕到宝藏无？来哟，现在啦！哦，将全国小的囡仔、兄囡仔姊要来摕宝藏啊！有信心无？有哈。来，派出约定你是算真好运的一个人，要出来背。你敢有想要刷位咧？无，就这样呢。有。来哦，真正是紧张啊！我这件我宝藏用摕去的。来，约定手甲放起，不会食过一空叫真神话，爱大力咯吼。来，请会。哎呦，有，哎，大波大。恭喜！哇，摕到的宝藏是啥物咧？是抓包啊！这么欢乐过来呀！你都敢无欢喜诶？不欢喜哦。好的呢。哦，就欢喜哦！啊，恁刚有算过这大包？有啊，哦，安尼样算，你即摆样算哦。来，试一下，咱看卖下去。哎呦，你这样样算就免我来示范啊啦。哦哟，哎呦哎呦会哦，真正会哦。水，你敢会当伫顶悬人塞？来，我就吓你耶。来，紧来紧看。哎呦，啊，各样大巧可怜的。哦，哇，真正厉害！你若是袂晓算，就是找伊了啊，找伊做教练。沙缸。啊，摕到这个礼物，有欢喜无？有介意无？太好啊！恁介意，我嘛足欢喜的啦。虽然我的宝藏无去啊，啊，你今日参与心情啥款？就趣味啊，足趣味。左玲，你感觉咧？你今日参与的心情？趣味，这趣味耶。趣味欢喜吼。啊，正阳你咧？就好耍的，就好耍诶。阿边可以阿东，换一个，真精彩，真精彩！哎呦，真好耍。真精彩，真好耍。多谢恁，大家拢讲甲遮尔好，佮甲宝藏搭上，恁真是非常了不起。